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航叔歐宇航啊，航叔而家身處嘅位置咧，又翻到嚟滿地可嘅中央火車站。嚟中央火車站啊，都係今日搭鐵路嘅，咁但係唔係大家想嗰種即係長距離嗰種火車嗰啲鐵路，而係咧啱先咧滿地可就開咗一條全新嘅 REM 輕便鐵路啊！咁究竟呢條鐵路係點樣去邊度車費啊？各方面嘅情況係點呢？好多人都想知道，咁所以今次航叔咧嚟到滿地可就特登同大家開箱一下嘅噃。咁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不如唔好事不宜遲啦，即刻同大家去買飛先 ，Let's go！大家好，我叫歐宇航，熟悉我嘅人都叫我做航叔噶。我係居住響加拿大多倫多，一個中意旅行嘅爸爸。喺空餘時間，我會兼職做下電台節目，又學下做業餘嘅 YouTuber。主要會用加拿大華人嘅角度去為大家開箱不同嘅航空公司啊、火車啊、郵輪啊、世界各地嘅旅遊景點，等大家下次出門都能夠行少啲冤枉路，更加得心應手。滿地可絕對係好多加拿大人中意旅遊嘅熱門地點。當然呢度法式風情同加拿大其他地方非常之唔同啦。各位特別係嚟自多倫多嘅觀眾們，唔知你哋會選擇點樣去滿地可呢？之前航叔都出過一條片，同大家研究邊種交通工具最划算。雖然近期油價又升翻唔少，但係條方程式咧應該都唔會點變噶。有興趣嘅話，不妨點擊右上角嘅連結重溫一下。只不過嚟到滿地可，如果都係集中響市內景點遊覽嘅話，我都係比較中意泊低架車響酒店，然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四圍去。再者佢哋近年都開設咗一條全新嘅 REM 鐵路系統，配合埋原有嘅地鐵啊、巴士同埋 EXO 鐵路。兼且只要一張飛就可以響指定區域入邊隨意乘搭不同嘅交通工具，價錢分分鐘抵過你揸車，兼且慳翻好多泊車揾位嘅金錢同時間添。所以航叔今集會同你哋一次過開箱滿地可最新嘅 REM 鐵路，同埋試搭一下呢架比較少遊客會涉足到嘅 EXO 火車，兼且仲會教埋你點樣慳錢地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玩轉滿地可嘅。但係滿地可地區近年都將佢哋嘅公共交通票務系統統一咗，只要持有一張車飛就可以喺指定區域裏邊轉乘不同嘅交通工具。響度順便同大家介紹下滿地可地區嘅不同交通區域先啦，因為你哋要持有有效區域嗰張車飛先至得噶。Zone A 咧主要係滿地可島內，基本上包括滿地可市中心啦、舊滿地可、杜魯多國際機場等等。Zone B 就涵蓋不同嘅市郊區域，例如北面嘅Laval，同埋近年好多華人朋友都中意搬過去嗰邊嘅南岸布魯薩。絕大部分嘅情況，大家都只會響 A、B 區裏邊遊走嘅啫。至於 C、D 區呢，則係更遠嘅郊區地方。仲有你哋只要較啱時間，同埋計啱大概乘車嘅次數，亦都可以購買佢哋不同嘅任搭乘車證，幫你慳到錢嘅。首先大家要知道滿地可公車系統 A 區裏邊嘅單程收費3蚊7毫半，限時2個鐘頭內要完成，兼且唔可以搭回頭車噶。如果你哋預計響24個鐘頭之內會坐多過3程，又或者係啱落飛機由杜魯多國際機場乘搭747號特快巴士出市中心嘅話，咁就建議你哋買翻張 A 區入邊嘅24小時任搭乘車證啦，都只係11蚊2毫半啫。仲有呢張飛好用之處呢，就係佢唔係就咁計你一日，而係由你首次拍卡入閘上車起計24個鐘頭。即係當你今日晏晝2點鐘第一次用呢，換句說話講，呢一張飛可以一路用到第二日嘅下晝1點59分，基本上係橫跨2日俾你用嘅啦。另外亦都有一張3日嘅 A 區任搭乘車證，收費21蚊7毫半。另外亦都有一張叫做晚上任搭乘車證，可以響每日黃昏6點至到第二朝早5點任搭 A、B、C、D 全部區域裏邊嘅所有交通系統。計一計6蚊7毫半又真係幾抵嘅，基本上你就咁響 A 區坐一個來回已經係歸本有得添啊！只不過我今次就咁啱撞正響週末期間上到嚟滿地可玩啊，所以就可以使用佢哋週末任搭乘車證，只係17蚊啫。你就可以由禮拜五晏晝4點，直到跟手個星期一清晨5點期間，無限次乘搭 A、B、C、D 全部區域裏邊嘅所有公共交通工具添。另外一點要特別留意嘅就係滿地可公共交通系統咧，都係11歲或以下嘅兒童咧係免費搭車嘅。
嗱，講到話要購買呢張乘車證呢，其實非常簡單。嗱，每個地鐵站或者 REM 車站嘅售票機都可以買得到。嗱，而家我使用緊嘅就係滿地可 REM 車站嘅新型售票機，有一個特大嘅輕觸式屏幕。嗱，首先選擇英文啦，跟手就可以選擇不同類型嘅車飛，有單程車票或者不同類型嘅乘車證噶。跟手就用現金或者信用卡俾錢就得噶啦。而我就趁住禮拜五黃昏買咗呢一張周末任搭嘅乘車證，即刻帶大家入閘試下呢架全新嘅 REM 鐵路先。滿地可嘅車飛咧係以電子感應，響入閘或者係上車嘅時候拍卡就得噶啦。至於地鐵巴士或者 REM 出閘嘅時候咧就無需拍卡嘅，就咁行出個閘機就可以噶啦。而家航叔咧就首先同大家由滿地可中央車站乘搭 REM 前往南岸嘅布魯薩去揾個朋友先。滿地可嘅 REM 系統英文嘅意思係滿地可都會網絡咁解，由一條 A 線為主要幹線，再向不同地區分拆出唔同嘅支線。所以大家會見到有 A1、A3、A4 線嘅列車，代表不同嘅方向、不同嘅支線，一路去到北邊 C 區嘅 Dermondine， 遲啲仲會開埋 A2 線，直通杜魯多國際機場添。整條 REM 鐵路響2015年由魁省同埋滿地可市政府牽頭，於2018年開始興建，到2023年先開始由布魯薩去到中央火車站呢一段，並且去到2025年11月全線通車嘅。滿地可嘅 REM 系統係使用無人駕駛列車，所以見到好多人都中意走晒去個車頭欣賞風景，或者扮下做司機嘅感覺噶。呢架屬於阿爾斯通中型鐵路系統大都活系列嘅其中一款列車，響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使用。當時為咗節省成本咧，更加改由阿爾斯通位於印度嘅工場負責裝嵌，再用船運過嚟加拿大。當時都引起過不少嘅爭論噶。佢哋每組有2卡列車，平常一列咧係會使用2組合共4節嘅車卡。所有車站咧都設有月台幕門之外咧，幕門上邊亦都設有車廂載亮指示燈嘅，用綠色、黃色或者係紅色嚟到代表所處嘅車廂係咪擠迫㗎噃。由中央車站前往南岸嘅布魯薩總站咧，需時20分鐘。當大家要由南端嘅布魯薩一路坐到去北面 A4 嘅 Dermondine 咧，就需要55分鐘。預計第陣時 A2 線通車之後咧，由中央火車站前往杜魯多國際機場咧，全程需要25分鐘，兼且唔使再受塞車之苦啊！其實滿地可嘅公共交通除咗有地鐵有巴士同埋新開呢隻 REM 之外咧，仲有呢隻 EXO 嘅噃。呢架好似多倫多嘅 GO Train 咁樣嘅火車，究竟去邊度、點坐法同埋收幾錢呢？即刻帶大家上去試埋車佢啊！同大多倫多地區嘅 GO Train 相類似，滿地可亦都有呢類叫做 EXO 嘅運輸系統。佢哋都有火車，亦都有巴士，專門響返工放工時間運送成千上萬嘅上班族咧來往市郊同市中心嘅。所以普通嘅外來朋友嚟到滿地可乘搭到 EXO 火車嘅機會咧就會比較細。現時5條 EXO 鐵路線裏邊分別由不同嘅車站出發。而航叔今日就嚟到滿地可中央車站過少少嘅 Lucien Allier 車站咧，乘搭11號線前往火堆，大概1個小時嘅車程，我諗同我哋多倫多嘅 Barrie 地區相類似咁啦。兼且可以欣賞埋渥太華河嘅風景。再者咁多條火車線入邊咧，只係得佢有週末班次嘅啫。其餘路線都只係提供星期1至5嘅服務嘅啫。EXO 車站係以呢個箭嘴火車頭作為標記啊。不過行上去呢層樓梯咧，真係好比爬山一樣，因為隔離正就係 Bell Centre， 即係滿地可冰棍球嘅主場館嚟噶。乘搭滿地可嘅 EXO 火車一樣可以用地鐵或者 REM 嗰張週末任搭乘車證都得，又或者就咁買張單程飛當然冇問題啦。但係最緊要嘅就係買啱所前往嘅區域，因為 EXO 嘅路程比較遠，好多都係出到去市郊外邊嘅 C 區甚至 D 區。由於 EXO 火車咧冇入閘機噶，所以記得臨上車之前去到呢啲機咧核准咗張車飛，否則你買咗飛咧都分分鐘當你逃票計嘅。
嗱，EXO 鐵路響唔同嘅路線使用不同嘅動力機車。嗱，呢一架咧就係 EXO 嘅主力車頭龐巴迪 ALP45DP， 係一架柴電兩用嘅車頭。嗱，見到車頂上邊咧有個集電弓噶。嗱，事關以前咧就可以攞嚟行走全電氣化嘅6號線，同埋硬性規定響 Mount Royal 隧道行車嘅時候要用電嚟到減少廢氣。只不過隨住 REM 通車之後咧，6號線亦都走入歷史啦。嗱，至於個車廂同多倫多嘅 GO Train， 大家都係雙層設計，但係大家又有冇發現點解車廂設有2道不同高度嘅門嘅呢？嗱，其實咧係為咗要配合不同火車站、不同嘅月台高度而設噶。嗱，當然去到矮啲嘅月台就開呢道門啦，去到高啲嘅月台就開高啲嗰道門。嗱，只不過呢啲車卡都比較老啦，佢哋將會陸續更換中車唐山製造嘅全新雙層車廂。嗱，至於車廂內部就同多倫多嘅 GO Train 差唔多啦。嗱，2層車廂佢哋就用藍色作為主調嘅。嗱，兼且我覺得佢哋張凳嘅軟墊咧比起 GO Train 嗰啲更加舒服添。嗱，由於路程都係比較遠啊，所以每節車卡都設有洗手間添。嗱，但係咁講到尾，我諗遊客接觸到 EXO 火車嘅機會就比較少啦。咁但係今次趁住航叔一場上到嚟滿地可，又拎住張週末任搭乘車證啦噃，咁啊順便開箱埋俾大家響熒幕上邊感受一下啦。近幾年滿地可南岸嘅發展可以話非常之迅速啦，亦都我知道好多華裔嘅朋友咧，都係鍾情於南岸布沙嗰頭啊，你見到連大統華都開咗間咧，可見一斑啦。對於呢一度居住嘅朋友嚟講，有條 REM 去市中心啊，當然非常之方便啦。但係對於好似我呢類嚟自其他地方嘅遊客嚟到滿地可，各位不妨下次諗一諗，放低你哋架車，試一試好似航叔咁樣，買張如果撞中週末嘅，可以買張週末任玩套票啦，又或者一張24小時套票咧，都可以咧乘搭下不同嘅交通工具。尤其是咧滿地可近幾年咧越嚟越塞車咧，坐公共交通工具等大家嘗試一下咧，都不失為一個好嘅方法嚟嘅。但係各位要睇清楚你所去嘅地方係 A 區、B 區、C 區定 D 區，買啱套票先至好噃。好啦，今次航叔嘅試車又過一段落啦，喺度咧請各位唔記得訂閱、分享同埋按讚，我哋下一次再見啦，拜拜。